婆婆名字了，别忙草木，呀，拍跟的嘞，拍着呢，都长把干的嘞，蛋的，恰龙的嘞，这是我们来自卡鲁区拉多乡恰龙村的美女啊，然后她穿戴的也是一样的，有绿松石，还有琥珀、珊瑚、天珠，还有一些藏银啊，古老的一些藏银所制成的一些首饰啊，特别特别好看啊。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，特别特别好看。抖音。